台南一中响应建校100周年，学校举办系列的活动，邀请到各界优秀的学长回来到母校，甲大家分享过去伫咧学校读册时阵的回忆。同时嘛，勉励在学生勇敢去追求家己的人生目标，佮有梦想。那因为有大家的努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邀请我们汤教授。汤教授也是我们这一届刚出炉的第15届百年校庆的校友杰出成就奖的得主。非常不容易我觉得最要一提的就是我们当年在成立科学班的时候，那时候汤教授在我们成大这边担任教务长那给我们学弟们也给我们南一中非常大的支持那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那延续到今天，我们在100周年校庆的这时候，这个礼拜能够特别邀请到汤教授来跟我们同学好好的分享一下学识历程。今年选到台南一中杰出校友曾经担任东海大学校长，目前伫咧成功大学做教授的汤明哲教授。演讲的一开始，教授透过简单的测验，并透过测试的结果来作为演讲的开场。现在家长对学生下指导棋的还是一样，只是比例会减少，学生的声音越来越大。学生呢，或者是这个作为子女的声音会越来越强，但是我们当家长的，如果没有去听小孩子的声音，家里就会产生冲突，你的幸福感就会慢慢往下掉。所以其实有时候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家长。在座有几个我很好的朋友，这个有时候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想法这个要去了解你的小孩非常优秀那要让他做自己。演讲的过程中，教授分享当时合唱团的相片，对相片内面会当看到甘甜的老师，嘛会当看到当时的校长。另外，上特别的是，会当看到国际有名的导演李安，当时伊嘛是南一中的校友。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